文图台语就叫做啥？拄啊，咱所吟的，耶稣召咱来行天路，耶稣伊爱咱尽心做伊的学生，台语叫做学生，学生就是缀老师学，这就是叫做文图。台语捌讲做牵师啊，这个道地就是缀老师的学。拄啊，咱所吟迄首圣诗，伫咱的圣诗中间是296首歌词伫遐。20年前，有一位萧太莲兄弟，伊今年已经85岁啊。咱知影伊也有癌症伫咧身躯，但是伊甲即首歌词一个曲，就是拄啊圣歌队声吟迄个曲啊，圣歌队声吟的。耶稣召我来行天路，甲咱圣诗无共款的一个调，啊，毋过不只也好听。这就是萧太莲，是凤山长老教会出身的。伊阿公是牧师，台南神学院毕业。伊的老爸是齿科医生。萧太莲真巧，所以伊咱读小学、读中学、读到中学，拢是准备过来爱考医科。医学院嘛，因爸爸望伊嘛是做齿科医生，刚好来承接伊迄间诊所。无想到讲萧太莲行另外一条线，啊，迄嘛是中营中学的学校长去说服萧太莲的爸爸，讲你即个囡仔吼，艺术音乐的天分太好，然后做医生无彩。咱今仔日是哦，巧的人无做医生无彩。啊，这个校长讲，伊若吼做医生无彩，啊，这个齿科医生的爸爸说，我都好伊安尼去行看卖吼。咱有机会明白萧太莲伊所做的曲，毋但敢若对台湾，伫世界真侪所在真大的一个影响。这是咱拄仔所吟的诗歌。啊，咱今仔日最近来看讲，对信徒到文图，到底信徒甲文图，当咱咧看这项的时阵，咱咧看信徒到文图，敢若是一个时间的因素。什么时阵做信徒，什么时阵做文图？今仔日同样紧的要互咱知影，我要拍破这个时间点，毋是一个时间，敢若亲像咱对订婚到结婚，订婚的时阵敢若做信徒。经过一段时间，无论3个月、半年，咱结婚正做文图，毋是，一开始要先甲这项讲清楚。对信徒到文图，对信徒到学生，毋是一个时间的因素，毋是一个时间的因素。咱教会今年的意向见堂见人，见堂见人。见堂是硬体部分教育馆，咱今仔日看周报下晡教育馆。兴建委员会要搁开会第22届，会记得我顶礼拜有讲过无？建堂委员会至少会开几摆？100摆可能走袂掉哦，100摆可能走袂掉。求主开路吼，看咱会当毋免开遐侪摆。啊，毋过真要紧，开会毋是为了要表决，开会同样紧是要凝聚共识。侪兄弟姊妹好的意见要安怎去听，然后伫建筑委员会中间的对话，互大家愈来愈共同的看去，目的伫遐。所以你会看到吼，建筑委员会大家安尼用尽脑汁吼，想尽办法，大家最近伫遐讨论，伫遐瞧啊，建立一个共识，无飘来跑走，迄是上宝贝的所在。这是咱咧讲到建堂迄个过程。这建筑委员非常的努力吼，有当时啊，因厝内人拢讲，哦，你一天到毋干那咧想教育馆的代志，吼，一天到毋干那咧想教育馆的代志，真正这建筑委员非常的辛苦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咧，咱看到的，就是建堂以外的建人性命的起造，信徒性命的起造，这是伫咱目前跑走真要紧的一个课题。所以伫今年咱对1、2、3月第一季，咱真侪拢咧讲到中心的管家。如果咱若看到周报，咱就会记伫迄个时阵一直用《彼得前书》第4章第10节讲，逐个人都爱照所得的文书互相服侍，做各种文书好
搁尽量会管家。所以咱迄阵啊讲到管家有足多，你爱管理的，你的运势、你的才调、你的时间、你的家庭等等遮，你的工作做一个管家。第二季4月到6月，咱会讲教会敢若像一个大家庭，兄弟姊妹中间学习互相的相听、接纳、包容、赦免等等遮的功课，这是咱讲的第二季。对今仔日开始，咱过来用真侪礼拜，咱要讲的就是学生的功课。中文叫做门徒，做基督的学生，做基督徒，就是基督的门徒。迄个意义甲伊所要实践的功课是甚物？若要做基督的门徒，第一项就是爱有听嘛。若无人传，免哪有人有机会听；若无机会听，要安怎会当信？所以第一项咱就走出来，就是迄个听信福音出来。咱最近来读预备来，日期满了。对，这就今仔日咱读的圣经的前一句，马可福音第1章15节。所以信靠耶稣所成就的救恩，这就是福音嘛。福音就是安怎？福音就是救恩，就是得到救。刚刚像咱咧讲的这项吼，就是得到救啦。预备来，着信主耶稣，你就得到救，以及你的家。中文是讲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，得到救。性命得到救，咱较歹体会；生活中间得到救，咱常常会去经验到。开车的人真侪拢捌有迄款经验啊！要去参加一个聚会啊，迄个所在就歹停车，有影去到遐吼，停车场满，拄咧烦恼讲啊要安怎？看到有一架车，有一台车的方向灯伫咧光啊，表示伊要出来，去紧张遐等，感谢主，等几十秒啊，伊真正出来，你就切入去，这就是叫做得救，这就叫得救，你知无？生活中间的问题得到解决，困难得到超越，忧闷得到解除，这就叫做得到救啦。所以你生活中间有定定得到救无？有啊。但是问题是耶稣基督来，毋是干那要处理咱生活的问题，伊是要处理咱生命的问题。信主耶稣，迄个是一款永远活命的喜乐、平安、赦免，甲主上帝好好的关系。毋是干那生活中间迄个困难得到救，生命意义会当明白，会当显现。拄啊，祈祷的中间，青年长老甲咱摆列伫上帝面前祭坛头前诶，咧讲到今仔日早起1点外，咱所敬听的曾锡山兄弟95岁安息。顶礼拜煞，咱有一阵兄弟姊妹同少年的是，敢若是我，剩下拢比我较资深，行楼梯行到5楼。同主亲拢80几岁啊呢，上年团结一阵啊，总共12个，啊爬楼梯爬到12楼吼，啊去看曾锡山兄，曾锡山兄，我精神真好，一看到知影讲哦，郭牧师吼，5长老啊，即个迄就是当初就是你，若毋是你吼，我袂当得到福音，迄是几年前的代志啊，美惠姐、美惠长老，迄超几20-30年前的款吼。若毋是你，伊咧讲一个姊妹啦，等下恁去问看嘛，是倒一个姊妹。当初若毋是你，我都无法度得到即个福音，遐尼清楚啊！吼，足感谢，伊讲感谢上帝。伊讲若毋是你，我都袂当得到即个福音。啊，迄个姊妹足客气，讲哎哟，阮一个住山骹，一个住山顶吼，离遐远，迄是上帝恩典啦，真正是上帝恩典。陪伴迄个时间，互我带你来教会安尼吼。顶礼拜代志安尼吼。下晡啊，伊啊实在咱有几落个，今仔日在座几落个，拢80几岁去看这曾锡山兄。下晡伊体力较无，所以多伫个眠床的时间较侪。阮去的时阵，伊阁起来，阁来开门，啊，阁大家坐阵踮遐，唱至好朋友就是耶稣，坐阵祈祷。啊，身躯其实真疼，啊，拢搁食止疼药啊，因为癌细胞吼散到逐所在。但是伫顶礼拜，互咱看到一个真水的生命，迄款的得救，真实的平安喜乐，伫主内面得到完全的接纳甲赦免。
这是主耶稣说要互咱真实，咱咧讲迄个得救的意义。所以，这个就是信徒。罗马书第10章第9节，保罗嘛安尼讲：预备来，你若用嘴认耶稣做主，用心信上帝，互伊对世人中。所以拄仔咧讲的得救，生活中咱即个得救，其实是咱咧讲的是性命的得救。嘴承认，心相信，耶稣基督互咱一个真好的模范。什么叫做嘴承认？你一讲到毋讲，要紧的就是洗礼，连耶稣嘛来接受这个洗礼。所以足侪青年人讲我相信就好，上帝知。咱常常甲讲，心相信，嘴承认，主耶稣通过洗礼，行，互咱一个真水的模范，咱欢喜接受洗礼，成做信徒。所以咱就讲，接受洗礼，听信福音，接受洗礼，成做信徒。什么是信徒？认罪悔改，真心相信上帝。将相信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所予咱的救恩，甲上帝有真实的关系，这就是咱咧讲的信徒。但是咱咧讲对信徒到学生，对信徒到门徒，迄个意义到底是伫倒位？这中间有一个功课叫做军队耶稣，咱同齐来读来。耶稣变行加利利，因会堂甲全国的福音。伊镜头甲同伊的病痛，有最真的人来，有最真的人来对耶稣，有足侪人来对耶稣，对耶稣的人真多。但是这对耶稣的人是看到耶稣会当医病，看到耶稣会当赶鬼，看到耶稣会当互腹肚枵的人得到食。这中间若有一寡字读袂清楚。毋茫下学期8月2班，你都爱来参加吼。这学期已经要放暑假吼。这个伫甲咱讲的，有足侪人来对耶稣。迄个侪人哦，咱会写多人吼。毋过8月2甲咱讲是 CHOE。这侪人来对是甚物原因？就是要对主得到好处嘛，得到医治，得到满足。这是对耶稣的一个功课。毋过，搁一个真是搁较要紧的功课，预备来。耶稣，因两边离邦来，因两边汉字要安怎写？两边的意思就是立刻马上，因两边啊，连到顶边啊，甲边啊连到顶哈，就是接下去了嘛。下一个动作，下一个动作马上就进行。车的学生听到耶稣讲来对我，两边就忙的，将因的专业，将因趁钱的工区，将因的生活的工作放伫一边，两边来对耶稣。这是另外一款人来对耶稣。咱看到两款的人在对耶稣，一款的人是为着得到好处来对伊，另外一款的人是为着要会当做门徒。同款看到耶稣伫医病、伫赶鬼、五块饼，互遐侪人食饱，同款安尼看。但是真侪人想要对耶稣所表达出来的好处，对迄个所在家己得到。但是另外有一寡人，互耶稣呼召，是望会当亲像耶稣同款，嘛会当将即款的好处，成做别人的帮助，毋是停留伫我得到。是要成做别人的帮助，这叫做军队，叫做学生，这叫做学生。所以主耶稣伫遮讲，我要互恁得到人亲像讨鱼的，这是互因一个应允，一个目标。互学生啊，今仔日一个学生对老师，老师稳当会当互学生一个目标。伊参加第1场，所以即马第2场无伫遮，我讲一下伊的例吼。阮第2后生今年好马。科技大学毕业，伊到研究所要继续读。昨昏团契聚会了，转来已经要10点啊。因为昨昏准备一寡过来新的一季的时间，我嘛想讲较早休困。已经转来10点，这就是个是家庭时间。我想讲安尼，大家分享几句就会当休困。无想到讲昨昏讲到12点外
要搁继续读研究所，你都已经入去也调啊嘛，知影讲暑假即摆已经开始咧接案，过去这学期嘛已经修2门的研究所的课，大四的学分比较少，比较轻松，所以伊就先修研究所的课，已经修2科啊嘛拢过，啊暑假已经有一寡教授的案开始已经在做，所以伊去缅甸的时阵，就拜托同学人缘比较好，2个人一组，所以拢去同学咧做，家己走去缅甸，啊同学紧做，伊就摕缅甸奶茶摕一包送同学吼，啊转来开始都爱赶紧快马加鞭啊，紧甲迄教授迄落紧做，啊毋过后礼拜明仔载要搁去倒，要升温啊，所以都爱搁拜托一个同学搁加做一寡啊即嘛。这是研究所的课真侪是安尼。昨昏咧分享讲，阮足侪同学拢毋是用研究所毕业做目标。我讲无是用什么做目标？你要读研究所2年的时间，你毋是用毕业做，毋是用毕业做目标，无你是用啥做目标？就为了这个，都真讨论啊，昨昏就咧讨论这个。我问一项，我讲你甲老师最近在过去这2年有读册会？因为伫2年的时阵，教授就一直想要叫伊读研究所，所以就要求伊参加拜伊甲学长学姐一个读册会。讲你感觉读册会安怎吼？迄个中间安怎？这个老师到底有值得你地无？伊感觉这个教授真好啊，这个教授真好，啊嘛有物件，啊佫会尊重伊的看法。学生甲老师的关系就是安尼。你要对这个教授，要对这个老师，要对这个劣比。稳当是伊有互你清楚的目标应允，无论是地面上的学业，还是你的兴趣的学习，更较要紧是性命的跑走。咱今仔日有一寡社区的活动，今仔日我会来上，真要紧是这个老师会当互我物件，互我有一个目标，有一个应允。我知影经过这段时间了后，我就会当得到什么，会当学习到什么。亲像老师共款，并毋是讲是干那对老师遐得到好处尔，是会当亲像老师共款，佫会当照老师所设定的目标，我达到遐。所以这是咱看到，我要互恁得到人亲像讨喜的主耶稣家己的学生，家己的门徒讲，这是应允，这是目标。但第2个咧，因念边离开帮，将伊专业、将伊工作放伫一边来对耶稣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代价，也就是讲，你要将你的生活中间一寡习惯的物件、理所当然的东西、自我中心的思考，你要放伫一边啊，来看先生安怎教。古早叫做看师啊，看师啊，3年几个月，3年4个月，3年6个月，3年7个月，就3年偌久啦。3年偌久的中间，拄开始，就爱知影迄代价是啥物。一来毋是咧学专业的，一来是学啥？一来是做啥？扫涂骹，啊，师傅下衫安怎？你爱洗，踮咧厝诶，毋是食头家娘是安怎？是煮饭互头家娘食的，对不？老师的太太叫你切菜，洗碗，过来就换你煮啊。开始就是扫涂骹、洗衫、煮饭开始啊。古早的学生是安尼开始。奇怪，我来遮毋是要学这啊，我是要学剪头毛啊，我是要学搅水、搅土做土水师傅啊。我来遮毋是要甲你洗衫、甲你煮饭的扫涂骹，无咧。学生拢爱知影迄个代价，因为通过生活中间的同基本学习太多，伫个专业前啊，爱先学习太多。耶稣要邀请咱做伊学生共款。毋是学习专业的知识，毋是学习基督徒门徒1、2、3、4应该有的 SOP。耶稣邀请咱做门徒迄个代价，共款爱将过去理所当然的物件放，先学习生命的态度，顺探君第一，这是代价，这是代价。所以，那年咱同尾也要讲到对信徒甲门徒，我为什么咧分享讲，迄毋是时间，毋是对订婚到结婚。毋是时间，所以你毋免讲啊！我已经洗咧，已经是信徒啊！
我温度可能过一段时间，我什么课还未上了，我还无做技术，是技术才是温度啦，我是信徒啦，我们叫平信徒吼安尼，无。温度就是要将上帝国的福音变传到天下，通过咱将福音传出去，这叫做温度，对无？耶稣要紧的温度就是这款的温度，才会当将伊的师傅所交代的真正安尼落去实践。耶稣对倒去找温度？拄啊，读的圣经甲咱讲，伊行伫个加利利河边，加利利河边迄个工作的场合，就是要找讨鱼人。讨鱼人伫迄个时代是真低阶层的人，无什么款的社会经济地位，出世伫马祖的主耶稣，遮尔卑微的主耶稣，伊就对遮个同卑微的人去找。所以有当时咱会常常听到兄弟姊妹讲：“哎呀，我什么拢袂晓，我也无什么款的能力，也无什么个才调，我哪有可能做耶稣的学生？”耶稣就是对你开始，就是对你开始找。耶稣就是对你开始找啊！伊对伫遮个讨鱼人，所以毋免想讲我无什么款才。迄个时阵的讨鱼，毋是即摆远洋渔船呢，毋是拢都爱迄款大头家。迄种的讨鱼就踮咧加利利河内面掠遐个鱼，就是迄工的生活。所需要安尼呢，卖掉就是迄工有通买米食安尼来尔呢。讨鱼人毋是什么款诶有社会地位，毋是是同卑微的。主耶稣对遐，嘛是对遮来找咱。所以马可福音第1章17节讲：恁来缀我要互恁得着人，亲像讨鱼的意思，就是对即摆开始，用恁掠鱼的精神来掠人啊，来掠人。什么叫掠人？就是用工作的精神，为着耶稣来加得着一寡人，互人会当进入天国。这中间，就迄个工作走出来。我到底还阁是讨鱼人吗？还是我这个掠鱼的工具，坑我这3年半，甲耶稣斗阵3年半，拢无阁掠过鱼吗？对圣经的蛛丝马迹，互咱看到，比得因即几个人，至少有4个讨鱼人，其实因过去这3年偌久的中间，因还阁若伫加利利河这个附近的时阵，因其实还阁继续伫掠鱼。这后摆有机会，咱会看到。像有一摆，主耶稣踮迄一个山坪，踮迄个传福音，几千人5块饼2尾鱼，食甲逐个拢饱了。耶稣看到人遐侪真委屈，叫因讲来，咱上船，然后恁离岸较远一点。已经传福音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啊，船还阁伫个，这讨鱼人的角色阁伫个，马上就会当上船。若毋是继续咧讨鱼，遐个船。遐个工具，哪有可能随时都用到？所以这就第2款。第1款是工作职业的改变，完全把这个工作放掉。我来读新人语，来装备，来做宣教师，来做传道，来做牧师。这款的较少，嘛毋是圣经中间直接的指明的。今仔日的圣经，互咱看到是职业意义的一个换新，职业意义的换新。这个走出来一个咱最近20世纪以来常常咧讲叫职场宣教，你的工作就是上帝呼召，你的工作就是上帝呼召。所以对信徒到门徒，毋是外在角色的改变，是内在性命的改变。那安尼时阵，我要来讲的吼，信徒到门徒毋是一个时间点，按多少时间到多少时间。信徒到门徒是一个同心圆，共一个心，敢若像圆规定调的。画一个壳啊，然后搁一个搁较大的壳啊，内面迄个壳啊就是叫做信徒，外口迄个壳啊叫做学生，叫做门徒。也就是讲，当咱领受洗礼、决心、军队主的时阵、决志的时阵，内面换新信靠主，这项代志敢若咱甲上帝知，咱是毋是真心悔改倚靠主，敢若咱甲上帝知。但是外口这个门徒生命的表现，就会走出来。军队耶稣这个门徒的表现会走出来，伊会日日换新，毋是一粒久啊！忽然间，我捌碰到人讲吼，我以前伫个1975年的时阵，要洗礼，1974年要洗礼的时阵，迄阵高丽，更新礼吼，我就立志，更新礼了，诚做耶稣的门徒。我决心以后吼，绝对袂阁讲白贼。渐渐大汉，才发现这句话是上大的白贼。
因为人实在真有限软弱，毋是我挑工要讲白菜，是真。所以，这个内在生命甲外在这做基督的温度，是同一个时间发生。然后内在咱不断甲主讲，我要做真实的信徒，我恳求圣神帮助我，对这内在信徒来帮助咱外在生命的显明会当亲像基督。所以，你外在会不断的蜕变，愈来愈亲像耶稣的学生，毋免烦恼讲我个会软弱，我个有有限，毋免烦恼这个。因为咱内在生命甲基督的结连，然后伊要含咱相同行，外在温度的款式愈来愈显明出来，这是咱所咧讲的。也就是讲，你即摆的角色工作变做是一款上帝呼召，亲像西门上耶稣甲伊号一个名叫基法阿兰文，希腊文叫做彼得，就是石头。后摆教会要建立伫遮，你有一个新的名无？毋免用新的名，我感觉可信度还阁是可信度。你的名稳当有伊的意义，但是你知影可信度要安怎成做一个新的名分无？敢若看即个圣道人就讲啊，阮早就知影你会做牧师啊。我讲有影咧，拢你咧做先知吼。但是你知影可信度前啊8项叫啥？许成道，许成道，你读即个名吼，许成道。我读小学的时阵。迄个时阵吼，有人咧拍空手道，有人咧拍什么有跆拳道。但是你想看嘛，1960年代，军中有一种拳叫什么道？军中礼拜4叫什么日？举光日。所以在军中哦，发展一款什么道？举拳道。举光日的举拳道。许成道，迄个时阵的绰号叫什么？就叫举拳道，然后举拳道，人家就把你延伸到跆拳道、空手道，反正吼，有一寡人去学什么有诶无诶哦，拢甲我诶名有关的。哦，我迄个时间实在真有准诶，我怎啊小汉哦读西门国小，感觉就害我即个名有够歹，要改名，后摆绝对要改名。感谢主，互我改名，改做许成道，改做可信道。迄是生命身份的改变，内在，内在一个价值观，一个生命改变。上帝互你一个名，稳当有伊的意义，迄个名的意义要安怎显明出来？然后互你一个新的使命，就拄我咱讲，你的专业变做职业 ，profession 变做 vocation， 变做一个呼召。伫即个工作顶头，毋是为了家己趁钱，毋是干那为了一个地位，毋是为了一个家己心内的成就感，为了耶稣基督。特别是做家庭主妇的，我感觉迄是足特别的，因为你咧经营一个家啊，经营一个家庭，迄是上帝家庭。迄比踮咧外口做总经理、做董事长吼，做行政院长、做总统，搁较伟大，搁较厉害。迄个工作诚做咱的吊命，诚做咱的吊命吼。新的生命亲像彼得伫耶稣面前拍来讲是，下面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是一个罪人。这个就是咱讲的内在信徒，外在就是学生文徒啦。无人讲我做信徒就好，我不爱做文徒。当然有一天我选调中职做团契会长，互人我再做文徒无？做信徒就是文徒，伊是内在同心圆啦，是一个同心圆的一个概念。所以这首歌，搁较深明白你，搁较敬虔来听你，搁较捌来grund地你，这是咱每一日的祈祷。但是台语有另外一首歌，这个会记得无？真侪人会晓唱，咱最近来唱看卖哈。主我要做真实信徒，伫我心内，伫我心内。主我要做真实信徒，伫我心内，伫我心内，伫我心内。主我要做真实信徒。伫我心内，咱搁唱一摆，若无你家己心内，甲读歌词。
主我要做真实信徒，伫我心内，伫我心内。主我要做真实信徒，伫我心内，伫我心内，伫我心内。主我要做真实信徒，伫我心内。一个学生，一个门徒，就是对真心做信徒开始，然后毋是将来做门徒，毋是，是当你咧甲主讲我要做真实的信徒的时阵，迄个门徒的身份走出来，伫你每一个时刻，会记得无 ？WWJD 后礼拜就无咱会阁写，3礼拜后吼。What would Jesus do？ 当你要做一个真实的信徒的时阵，耶稣伫即个实况的中间，伊以爱我即个学生安怎做，会走出来。信徒甲门徒是同一个时刻来成的，所以安尼，咱转去即礼拜当学习想看觅。我领受学生的积分，即个名分，我有新的名无？同款考成都，但是迄个意义有走出来。我是毋是有内在的生命改变，外在使命的实践？新的生命是内在信徒，使命是外在门徒的实践。信徒敢若亲像饼，生命的饼；门徒敢若亲像生命的doing，一个是 VNG， 一个是 DOING。所以伊是内外，共一个心，共一个同心圆。尼可啊是共一个心，咱甲主讲，哎呀，帮助我，互我迄个基督徒的名分会当走出来。第二个，亲像前下迄首歌，搁较明白主，搁较敬虔听主，搁较学习来尊地主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通过奇妙的救恩，互阮毋但成做信徒，搁互阮会当成做门徒。恳求圣神激励阮，互阮一世人无离开主。特别要恳求主你存你的圣手来看阮，来保护阮。伫即个世间，阮会碰到真侪引诱挑战，但是互阮愿意行主你的路，跟缀你。无论是甚物款黑暗、山坎，阮拢无惊，因为阮所要求的，就是愿主你的旨意得成。阮安尼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